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投資最容易嘅頻道。又過咗一年啦，嚟到2025年9月份，銀色債券又推出啦。而呢一期嘅債券保證息率係3.85厘。詳細內容係點樣？我哋一齊睇下。除咗抽銀色債券之外，唔知大家開咗富途牛牛戶口未呢？抽銀債同時睇有冇咩着數。而家最新開戶口9月份存入港幣1萬蚊，並且維持60日。到 Money Hero 交獎賞表格，咁存1萬就會送多1000蚊禮品卡。而存款8萬蚊都係60日啦，就會送你2000蚊禮品卡。如果禮品卡唔啱，大家仲可以揀其他嘅獎品。詳細內容我會放喺資訊欄，大家有興趣可以撳入相關連結開返戶口，賺埋啲着數。不知不覺又一年啦，各位老友記，大家身體好嗎？大家可能繼續揾緊一啲收息嘅產品，穩穩陣陣。當然喺過去，大家其中一樣會揀嘅，當然係銀行定期存款啦。我哋睇翻最新一期銀行定期存款9月份，港元銀行定期存款呢，1年期大部分都係2厘或者2厘樓下嘅啫。咁相比之下，2025年銀色債券利息就會多一啲。先睇基本資料，認購期已經開始咗啦。9月15號星期一上晝9點到9月29號都係星期一下晝2點。大家留意翻，如果證券行有機會提早半日會收嘅。另外，預定發行日將會係喺2025年10月10號星期五。申請資格兩樣，第一，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，並且於1966年12月31號或之前出生嘅人士，滿足咗呢兩個條件就可以申請啦。同樣地，銀色債券點樣派息？每一手港幣1萬蚊，年期要放3年，每6個月派息一次。3年之後，本金將會喺零售債券到期嘅時候全數付清，即係俾翻個本利入翻落嚟戶口。係咪買幾多就派幾多呢？咁唔係嘅，最高本金分配金額，每位投資者最高100萬。當然視乎有幾多人抽，越多人抽，大家分到嘅手數就越少。然後大家最關心嘅，當然佢利息點派啦。佢會有2個條件嘅，一個係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過去6個月嘅變化平均值，或者最低息率3.85厘。2個嘅揀最高息嗰個。一般嚟講，對上幾年通脹唔係好高，基本上都係派保底息或者最低息率。我哋可以睇翻對上10年嘅數據，大家會睇到大部分時間其實都2厘以下嘅。如果今次派息保底有3.85厘，基本上都多過晒過往10年所有時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，除非通脹突然之間大幅上升，咁樣先會令到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高過保底息率3.85厘嘅。基本上都好大機會跑贏呢個通脹啦。講完派息，下一樣就要睇翻歷史分派記錄，每人派到幾多。上一年同樣啦，發行量500億到550億，最終超額，所以都係派550億。申請人數破紀錄30萬人大約，最多每人24手。申請總額大概有700億。上年保底息率會有4厘。大家可以睇翻由2021年起，由65歲年齡降到去60歲，申請總額就由最多400幾億直上到600億以上。咁然後連續4年都好平均啦，大概700億樓下或者喺附近。假若係3年前有買銀債又唔想新俾資金嘅話，可能2022年到期嘅舊錢啱啱好就趕得切今次入紙。咁換句話講，可能申請總額差唔多，同之前人數都差唔多啦。睇住最近嘅數據，應該發行量都係550億超額人數。無論你係20萬人好定30萬人好，大家睇到分配嘅手數呢，都係介乎21手到24手。而今次嘅保底息率同上年唔係爭好遠啫，上年就4厘，今年就3.85厘。咁喺咁嘅背景情況下呢，由於係循環派發嘅，咁大家可以預期分配嘅手數可能介乎20手到25手左緊。如果客觀地同翻3年期美國國債息率比，而家買入嘅3.534，銀債俾到3.85，都跑得贏美國3年期國債嘅。買入咗銀債，如果想放翻出嚟得唔得呢？佢就唔似 iBond可以喺二手市場買賣，咁佢就不設二手市場嘅。
咁你想賣點算？投資者可以喺債券到期前向政府賣出債券，政府就會以原價，即係100蚊，同埋相應嘅累計利息贖回債券。如果大家想認購銀色債券，咁就有兩大範疇嘅。第一就係證券行，呢度個表呢，就係唔同嘅證券行啦。基本上大家成日見到嘅都會有置富啦、富途啦、耀才證券、輝立等等都會有。另外，大家亦都可以經銀行去認購呢個銀色債券。以下呢啲就係相關嘅銀行啦。基本上大家都認識啦，中銀啊、交通、東亞、匯豐、花旗、大新、星展等等，全部都喺晒度噶啦。